是阮听堂的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圣的主日，嘛是伫阮全台湾咧纪念每一个妇女一个真要紧的日子。阮求上帝你来活纳伫阮身边每一个姊妹、每一个妇女，因伫家庭、教会和社会所做的一切，也恳求上帝你来保守看顾，通互阮伫今仔日大灾祭期的第二主日，阮有圣餐，愿上帝临到伫阮的中间，成做阮的帮助。但愿求主你的圣神伫即粒运行伫阮的内底，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今仔日是大灾祭期的第二主日。伫第二主日，咱要来三甲共修圣餐。嘛，上时咱伫大灾祭期的中间来依持伫讲台顶面的简朴，互咱会当伫大灾祭期的时阵，通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特别伫这段时间，咱通看见到整个教会的宗塔会用紫色来做代表，嘛是咧提醒咱伫大灾祭期的时，就通爱用悔改来伫信仰的中间来回应上帝的疼痛。所以今仔日咱要通过圣餐，一方面伫大灾祭期来互相纪念耶稣基督对咱的救赎。更较要紧的，伫蒙仔载，也是3月初9，是马偕牧师来到伫淡水的纪念日。咱透过咱的圣餐，会当甲历代的圣徒做伙来纪念上帝的疼痛，愿主来赐福。今仔日咱所要来伫礼拜中，通过马太福音书17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来分享，来彼此勉励。咱会通看见着讲，伫即马荧幕的即张紫色的图中间，牧师都再一次来甲咱提醒。伫今年，无论是基督教，也是伫天主教，伫大灾祭期的主题，也就是即摆黄色的字叫做“伊真正是上帝的囝”。所以伫今年整个伫大灾祭期的重点，要来甲咱提醒，耶稣就是上帝的囝。那假使讲，咱倒来到伫4福音书的头一本，也就是马可福音书第1章的第1节，就甲咱讲，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就是对遮开始。咱会当看见着讲，伫这段的时间内底，咱会当不断透过遮的经文来甲咱提醒，来甲咱斟酌。所以牧师要邀请咱拍开咱的圣经，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咱会当看见着今仔日拄则路长老所带咱共读的圣经，是有关耶稣改变伊的形状。拄则路长老所带咱共读遮的经文内底，咱通看见着讲，当耶稣伫山顶来去改变伊的形状的时，咱伫第5节看见着讲，忽然伫天顶有云搭地，然后伫云的内底有出声，然后这个声音安尼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恁着听伊。咱会当看见着讲，伫顶礼拜咱所看耶稣受试探迄个经文，迄个记载内底魔鬼咧甲耶稣讲：你既然若是上帝的囝，包括伫耶稣受试探前，耶稣受洗礼，然后伫迄中间天顶有云出声讲：这个是我亲爱的囝。
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伫马太福音书不断伫即中间来甲咱强调，耶稣就是上帝的囝，即个信息。所以透过安尼，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咱会当看见着讲，特别伫第5节，天父上帝讲，着听伊，意思就是讲，耶稣伊顺探上帝的旨意，进一步要来完成上帝予伊的使命，来将荣光归予天父上帝。请咱大家斟酌看今仔日个经文，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还是你会当甲你的手机甲拍开。咱甲看今仔日个经文，特别对16章开始，对21节开始来看的时，原来伫今仔日个经文是对耶稣第一次来预言，伊要受害死甲割活来做一个起点。也就是讲，当耶稣讲起着伊要去到伫耶路撒冷，伊然后伫遐有真侪长老，有祭司头、经学士要来，互伊侪苦楚的时阵，要甲害死。伫讲遮的话语了后，咱通看见着讲，彼得伫遮却来阻挡耶稣，毋通去到伫耶路撒冷城。但是咱看见着讲，彼得咧讲即句话咧讲遮个代志咧阻挡耶稣的时，伊却是伫16章的13节到伫20节伫遐，当耶稣问讲我是罪的时，伊甲耶稣讲你是基督。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原来伫彼得伊对耶稣的信仰的告白无够完全的时，透过耶稣伫16章21节到伫27节、28节，遮会中间咧做补充的说明。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彼得甲耶稣伫遮有冲突。但是咱若对整个经文的脉络会当看见着讲，门徒是爱去承认耶稣是一个受苦、定十字架的主，而且是爱用行动来去执行上帝的旨意。伫今仔日个经文，耶稣改变形状，大家真熟的一段经文内底，真要紧来看见着耶稣来显出伊是弥赛亚的身份，而且这个形状是耶稣割活以后的形象，所以耶稣互伊的门徒会当大声来看见着伊的荣耀。那照着犹太人的观念，耶稣上山。嘛代表讲，伫山顶人甲上帝的距离会当较近我，所以伫山顶，咱看见着讲耶稣改变形状的时，有摩西甲以利亚的出现。所以伫耶稣、摩西、以利亚的出现中间，咱拢知影讲，伫即中间，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所以用上介简单的解说中间，咱就知影讲，弥赛亚。伊是有君王、祭司和先知的合一，所以透过安尼，咱会当看见着讲摩西伊曾经来预告耶稣会来到，以利亚伫即中间是来陪伴弥赛亚临到的一个大声的人。确实，咱看见着讲摩西甲以利亚的出现，是要来将耶稣的身份、将旧约甲新约来连接做一伙。但是伫这个形状改变，然后以利亚甲摩西出现的时，咱看见着彼得伫遮就真假熬，伫遮来甲耶稣讲咱伫遮真好，你若爱，我想伫遮来搭3间寮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咱看见着讲摩西、彼得真享受伫当时。这3个形状出现的一个状态，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看见着天顶就有声音来出来甲彼得甲雅各和约翰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后壁迄句更较要紧讲，恁着听伊。我想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咱看见着这是上帝伫马太福音书。第2次的出声，这个第2次的出声是来再一次来证明耶稣
伊伫受洗礼的时，共款的迄句话讲：这是我亲爱的囝，我意爱伊。透过安尼来甲门徒再一次做确认，因为上帝出声，就是要来命令门徒接受耶稣的使命。通过安尼，当因落山的时，耶稣交代门徒毋通讲，因为这一切因抑阁无明白，所以伫即中间，爱伫耶稣的受难中间，才会当来看见着荣耀。各位兄弟姊妹，伫今仔即个经文内底，其实会当互咱来去思考，会当互咱来去思考讲，当天顶有出声来甲彼得、约翰甲雅各讲，恁着听伊。这是要代表天父上帝对耶稣是上帝的囝，再一次的证明。换一句话讲，改变形象是要回应彼得对耶稣认捌的无完全，因为耶稣有言，伊要受难甲死的时，彼得来阻止耶稣。我想讲到这，大家拢足清楚，知影讲伫今仔日个经文大概伫圣经的记载所要交代的代志。但是无需要邀请咱做伙来开始想，耶稣的使命，特别伫马太福音书的耶稣，伊的使命是啥？伫马太福音书第1章21节到23节，甲咱讲，耶稣这个名所代表的是要拯救伊的百姓来脱离罪恶。所以耶稣伫伊开始传道理，到伫伊死这3年半的时间，包括连伊的学生拢未认真讲伊是上帝的囝。是到后来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时，这石头甲遮的士兵徛伫十字架的下面，安尼来告别讲，这个人真正是上帝的囝。意思就是讲，耶稣的荣耀伫伊受苦死的时来彰显出来，透过安尼。会当来看见着讲，上帝的囝耶稣是顺服伫上帝的旨意，到伫耶路撒冷。耶稣的使命伫福音书的内底，嘛再一次来证明伊是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但是彼得对着伊的老师，也就是耶稣的认捌。认为这个弥赛亚，这个耶稣应该是亲像大卫这类的，真勇真强，然后爱带因脱离外邦人的统治。要入耶路撒冷城的时，毋是骑驴啊，应该是爱骑马，这款大将军的气势来成做因的帮助。但是咱看见着讲，彼得对着耶稣的认捌有错误。地教彼得的行为来表现出伊对耶稣信心的无够，认为这个耶稣太会安尼，太会安尼戆戆要前往到伫耶路撒冷，伫遐互人钉十字架。所以伫大灾这期，今仔日是第2主日的时阵，牧师要邀请咱甲重点放伫今仔日的第5节，讲恁着听伊。为什么咱要把这个重点放伫遮？换一句话讲，当听这个动作做出来的时，代表讲爱有顺服来做回应。当今仔日天父上帝来甲彼得、约翰、雅各讲，这个是我亲爱的囝，恁着听伊。意思就是伫这个学生面前来挂保证。今仔日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城，要做的这个代志是无毋对，
是恁爱军队耶稣做伙日理到伫耶路撒冷城。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咱通都再一次看见着讲，彼得的反应足趣味的。伊甲耶稣讲，咱伫遮真好，代表讲彼得伫迄中间，伊真满足当时迄款的感受。今仔日伊甲耶稣所提出即款的请求，会当讲就是讲，若伫即时会当医治，毋知影会当偌好。所以咱会当看见就讲彼得，伊想要爱的是停留伫家己享受迄个快乐，但是耶稣的使命是爱继续向前，继续来完成上帝的使命。所以今仔日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互我想起到一个电影的一句话讲：留下来，不然我跟你走。彼得的态度就是不留落来啊，无我就对你走。在伫这中间，咱通看见着讲，伫这个内底所表达出来迄个深刻的反省，就是对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各位兄弟姊妹，你们仔知3月初9是咱咧纪念马偕牧师来到伫淡水148年的日子。伫今仔日的周报有甲这段历史，咱每一年拢有提出来，甲大家做报告。等下到伫教会历史来看，1872年的3月初9，马偕伫李休甲德马泰的陪同，坐2天的船来到淡水。马偕伫北台湾29年的宣教，有办学校，有开医馆，然后设立超过60间的教会。马偕伊经过中国清朝的政治治理，嘛经过日本人的管理。伊伫台湾面对过战争的危险，但是伊真清楚知影家己的使命，用牺牲的疼来表现出宁愿烧尽，不愿锈坏的态度。这段历史咱读起来感觉真水，但是有当时咱也翻头来想，讲马偕若当初时，伊伫1871年升到伫高雄这个所在，伫遐甲南部的宣教师聚集。然后伊若开始感觉伫遐真好，然后毋愿意来到伫北部的时阵，那安尼教会的历史有可能就会改写。我想咱会当看起着这个宣教师，咱毋是甲当作英雄，咱毋是甲当作圣人咧看。当咱用一般人的心情来去看一个宣教师孤单来到伫台湾，若假使讲伫南部会当甲遮个宣教师嘻嘻哈哈伫遐做老者过生活的时阵，太毋好。但是伫伊的日记中间，1872年3月初9来到伫淡水的第一暗，伊是困伫一个那亲像下境仔的所在。迄是一个真湿、真淡、真艰苦的第一暗伫淡水。我拢会想，马偕牧师真正足戆，伊住伫遐尼温暖的加拿大，来到伫遮尼冷的淡水，然后伫伊的日记中间，牧师嘛有甲咱大家分享过。
伊的日记大概就是拢甲写讲落雨、落雨、落雨，搁落雨。所以当初是伊若留伫南部，甲巴克勒牧师、甲李修牧师，甚至甲伊的好兄弟甘威廉牧师伫遐斗阵的时阵，毋搁较快活吗？但是，就亲像马街就录到淡水所讲的即句话，就是即个所在。伊清楚知影家己的使命。今仔日马街所讲的即句话，敢毋就是咧表达伊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互伊继续向前行吗？所以咱若看这个宣教书，咱毋是甲当作英雄来看，甲咱一般人共款的时阵，我想咱会当看见着今仔日马街伊选择来到伫北部，伊对耶稣的信心来成做伊的帮助。我想伫大斋这期第二主日的信息，就是咧甲咱提醒，咱爱对上帝的信心来活出顺服。这个顺服，其实就是咧甲咱提醒，毋是搁用家己的感受甲想法来成做军队耶稣的阻碍。今仔日的信息就是咧甲咱提醒，军队耶稣的顺服，毋是搁互家己的感受甲想法来成做军队耶稣的阻碍。马丁路德讲的即句话，我感觉真趣味。伊讲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心中是无有为什么这三字。所以伫这段时间，牧师爱真感谢咱的中级，嘛爱感谢咱大多数的会友。真侪时阵，咱伫这个困难的时阵，大家爱做伙来担心的事，特别伫外在的影响，造成咱聚会，或者是讲伫咱的生活真做挑战的事。大家会当做伙来同心同工。所以，若假使讲伫这段时间内底，若有会友在讲为什么？我想对咱来讲，就会有真侪真伤脑筋的代志。做一个基督徒，咱爱用顺服来回应上帝。做一个基督徒，咱的内心，若假使讲无法度讲阿门的时阵，那安尼咱太怎样会当去表达咱对上帝的信心？阿门是心所愿的意思。我爱提醒大家，上帝看重咱的阿门，所以我真期待讲。伫咱的教会咧做礼拜，咱大多数的兄弟拢是敬虔的信徒。无论是书会的公道，或者是中级咧带大道，或者是牧师的祈祷，的最后，迄个阿门真期待讲是大声来回应上帝，毋通安尼甘。安尼，亲像讲，咱对上帝的信心真无够强。我想伫今仔日的信息嘛，是咧提醒咱，当天父上帝爱咱听伊的时阵，嘛是咧提醒咱，伫听探耶稣基督的信息来回应上帝的时，来讲阿门。因为通过安尼，咱会当心所愿，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会当互咱有更较侪的信心来听耶稣基督的话。真侪时阵，咱真容易活伫自我感觉真好的这个气氛内底。但是，当咱对耶稣有信心的时，咱通亲像耶稣同款，
用阿门的心来甲上帝讲，愿主的旨意行伫地里，通过安尼来看见着上帝的荣光。最后，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吟一首的诗歌，来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吟这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咱连续来吟2遍，咱求主来成做咱的保守。